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闻界，我是阿斌詹伟斌。今日这是好消息，咱讲今日武汉肺炎是零确诊啦吼。这个好消息都要好好啊来维持。其实哦，在这防疫期间哦，这个身体健康嘛是真重要啦吼。过去有一个这个图吼，伫网络顶真清啦吼，就是讲医生叫你都要挂喙炎大家都去排队买喙炎，但是咧，医生叫你去运动，你就是唔运动啦吼。所以今日咱要讲伫徛家，若是检疫这个时间吼，运动是特别重要。另外在料理上吼，嘛有特别爱注意的这个部分。头先咧，咱要先请这个咱的吕教练来教咱吼，安怎伫咧防疫期间，甲咱的身体顾好势。咱邀请吕教练，吕教练你好，主持人你好，是你好。这个握手这动作其实是袂使啦，咱是要维持着社交距离，尤其伫伫室内。但是伫室内，咱嘛是当好好来做运动啦吼。什么运动？第一步先教咱观众朋友。好，第一动作咧就是咱身躯啦，身躯这个运动是对咱身体最好的运动。好，首先咱先找一个正在的椅啊，椅啊一定爱在啦，较在啦，对，袂当有这个链啊吼，对，袂当有链啊，袂使转的迄款的。好，来找到较在的椅啊了，咱徛伫椅啊头前，徛伫椅啊头前。其实这动作最简单，你就是屈落，佮徛起来就好啊。屈落背起来，对，屈落背起来，屈落了后呢，你骹床小可去抹到椅啊，就差不多徛起来，对，袂使完全安尼坐落啊吼，就是爱小可抹到就徛起来，小可抹到就徛起来。这个伤介轻松啦，对，咱愈哪做哪更好啊。是，这个运动呢，若是讲吼，你感觉伤简单，吼，这个较少年的人啊，或者说你平常就咧运动的，咱就会使屈咧跳起来，屈咧小可跳起来，对，无唔对？这动作较难淡薄啊。对，但是还算轻松啦，还算轻松啦。哦，若是讲呢，这屈落跳起来嘛是伤介简单，是，你就爱高举卡，好高举卡，好。这个就训练到你的平衡开始对，好来，歪歪跳跳，对，好，这个慢慢轻松。这真正是专业的吼，所以有分难度的吼。这是有难度的。咱请教练甲咱做。无紧，好，来，安尼，屈咧，好，起来。我可能屈较袂落去啦，无紧，但是咱讲照家己这体力来行吼，第一步咱安尼。屈咧起来，有跳起来这个部分，无问题。高一支脚，就请咱教练来示范啦。高一支脚，是，所以爱分你家己的这个这个站姿，爱有站姿哈。做健康，做健身，一定要照家己这个体力来行。这是咱第一个动作啦哈。另外，咱有这个第二个动作。第二个动作应该搁较忝头啊啦吼。袂啦，嘛是有简单搁困难版本啦，你也是家己选。哦，第二个动作就是爱训练咱这个核心的。这个部位，可以搁较结实。咱的这个核心的这个筋肉群啦吼，对，就是较早拢团结做一伙啦，即摆会甲拍好开淡薄安尼吼。无唔对，好。所以咱先坐嘛，对，找一个椅啊，坐落来。是。坐了后呢，咱就慢慢啊，把咱的身躯起后壁。起伫后壁去。对，起后壁。吼，你若感觉安尼，就小可有咧错啊，你就停咧遮。这是上简单的版本吼。好，所以咱的胸腔一定要压起来，压好悬吼，袂使安尼翘吼。身躯也好悬，存好直，对，身躯起好后壁，安尼若是伤简单的，你慢慢甲脚蹼起来，对，存好直。咱的这个核心遮啦吼，对，看来主持人团结做一伙遮，会当家拍好开啦吼。其实安尼呢，你若经咧遮20秒、30秒，对咱的这腹肚啊、腰啊、这肌肉拢有真好的刺激。是，对，真会穿。好，咱休困。休困一下，有影。所以这个。咱讲防疫期间啦吼，即个练身躯练这个骹其实咱讲胸坎杂杂，中气未顺啦吼，这嘛是爱拍好开啦吼。其实咱嘛有较这个基本的这动作，要教互观众朋友有啥款的动作咧？咱的手的部分呢，上好的运动呢就是咱的把腰筋伸啦，把腰啦，亲像把腰呢吼，腰甲紧起来，就是咱华语讲的伏地挺身吼。把腰筋伸要安怎做咧？嘛是共款，你若较无遐定咧运动的人吼，咱先找一个较在倒顶啦吼，我是伫遮吗？无啦，倒顶是我啦吼，比较轻松一寡啦吼。找一个较在倒顶呢，你就慢慢啊，甲身体慢慢啊放落去，慢慢放咧，对，胸腔小可拔着倒啊，就会使紧起来，就是安尼。大概你主任10个吗？10个，好，倒10个试看觅。对。2、3。若是伤过简单的，伤过简单，你就找一个较低的所在，譬如讲这个较在椅啊，嘛是共款，安尼落去，搁紧起来，落去搁紧起来。这嘛是爱顺家己的体能啦。对。若是讲呢，你做差不多
10个月拢无啥物感觉，你就爱找一个较低的所在，刷里涂骹啦吼，像咱过去做平安的这个方式啦吼。其实这3步吼，拢是咱教练所教的啦吼。咱嘛要带观众朋友来看吼，今日咱讲的这个零确诊对台湾的意义是啥物？但是咱真正是袂当放轻松。再来听这个指挥官陈时中安怎讲的。确诊案例仍然维持395例。换句话说，今天还是零确诊了没有境外也没有本土的案例。国际上整体来讲，康复率大概这个确诊的病人里面变好的大概24.5%。那台湾刚才跟大家报告是155例的解隔离，所以我们的康复的情况死亡是39.2%。所以在台湾，我们不管是确诊的病例或死亡的案件，或是我们康复的情况都是在整个在国际上里面我们做的算是相当的好，但仍然不能掉以轻心。运动了有较轻松淡薄啦咱来了解今日咱的来宾，第一咱邀请到中京病院护理师谭敦慈。大家好。第二咱邀请到咱的体能教练，咱的卢教练，你好。大家好。第三咱邀请到嘛是咱老朋友咱的张如泰医师，医师你好。大家好。是哦，首先咱先请教咱护理师啦咱今日看到这个零确诊昨有2例昨日是这个零确诊咱会当放轻松袂？千万唔通，千万唔通，因为咱台湾较细虽然咱即马今仔看到无增加的这个案例，咱真欢喜，但是呢，咱也是爱个继续小心但是唔免烦恼啦真正唔免烦恼。咱只要小心你出门到翠安叫人保持这个2公尺的这个距离感，对，安尼你就会真安全，莫去人济所在。我真烦恼的一件代志就是讲，咱即马感觉讲零，安尼我可能会当去做者这个所在会倒过去其实呢，这还是足危险的所以呢，在这个即将你要搞的这个5·1的劳动节开始的时阵一定要会记得，莫去人济的所在。是，莫去人济的所在头拄咱做运动其实嘛做了真轻松。其实咱头拄这个护理师靠咱这个头讲一个撇步啦其实你逐工拢行偌久啊？10公里。10公里啦10公里。开偌久的时间？其实差不多1点钟。1点钟呀？加一数啦，对，因为我行路真紧。是，所以嘛是行习惯啦对。所以伫防疫期间，除了咱等下讲到料理，你的方式，除了行路，你搁会做啥物？其实在这个疫情的中间咱其实是3件代志一定爱家己先做好啦就是你家己普通的这个生活的习惯譬如讲你厝里的清洁啦、转去洗手等等来就是你爱困好好。我看足侪人足烦恼的，困袂去。其实你困袂去，你的抵抗力会较歹，抵抗力就较落去啦对，第二点就是啥，就是足侪人即马就感觉讲安尼可能会有啥物问题，我就跟去买泡面啦，买足侪这个。什么罐头等基本上咱爱知影就是咱的食食也是愈健康，咱抵抗力会愈好。所以呢，咱一定爱做着均衡的饮食。所以呢，咱就爱这个2杯质爱食好够就你也无寒的人有一种病人是寒那2杯质的，只要你唔是寒2杯质的，你的抽血白蛋白爱当4.0以上你的这个感染的风险会较低着。这若是讲4.0以下啦这个感染的这个风险都低，减较少啦对。所以呢，作为研究拢甲你讲，你2杯质爱够，另外呢，就是你的青菜、水果爱食够。所以呢，咱个讲到第2点就是啥，就是均衡的饮食。平均啦对。咱会当加什么加在这内底呢？就是咱的辛香料。有的人研究讲，这个较好的这个洋葱啦，是姜黄拢会当咱的菜内底。譬如讲，我煮咖喱，那真简单你就买几种无啥牌不同牌子的这个咖喱粉，你做伙炒菜，佮加一寡月桂叶啦等等，安尼你的这个咖喱就无太多的油脂，你佮会当得到健康。甲洋葱入菜，这嘛是真好的办法。有影啦其实你今仔提供的是一个鱼的料理啦这有啥物这个撇步，互大家无？煎熬煮食无？
唔免，坦白讲起来，我常常讲吼，我是护理师，唔是厨师哈，所以吼，莫对我有什么期待哈。啊，我係我所有料理第一件代志就是简单，啊，莫有油烟。咱知影咱即马是这肺炎的问题，所以咱爱保护咱的肺部的健康。所以妈妈唔好搁踮遐爆香啊、油烟四起，安尼真正吼对咱的肺的伤害真大。所以呢，你会当用一撮仔油，然后把这个番茄蛋落，好啊，大番茄、小番茄。基本上你欢喜就好，好，啊，你就给它放落，啊，盖上盖子，较细的火，互伊炒到有一寡迄个糊状出来了后，你就把你所有的青菜啊，像我今仔用的菇，用的玉米笋，啊，佮用的一寡毛豆，吼，你所有的青菜拢会当放落，啊，你嘛敢放一寡洋葱，啊，即马加一点仔水，甲伊焖熟了后，好，那你就。看要係啥物魚啊，攏無要緊。我今仔用的是台灣的釣魚片，啊，你加釣魚片嚟煮好食，安尼就好啊。其實呢，這是5分鐘的料理。是，所以這個魚仔片啊，吼，咱講是台灣的這個釣魚片，就是烏龜魚嘛，吼。對。是，啊，還有這個一寡這個，咱講的這個토마토，也是講這個番麥筍啊，吼，也是講一寡這個菇類，攏會使甲放入去吼。啊，就是講啊。水滾啊，還是講甲翕一個，就其實都是真簡單的一個料理啊。啊，而且是無油煙的，無油煙的吼，保護媽媽的細胞。是，這個呼吸道真正要甲保養好勢啦吼。是，咱等下佫講到什麼款的這個食材會當吼，互咱保養身體啦吼。咱過來請教咱的盧教練吼。其實咱拄仔聽到咱的這個護理師安尼做啦吼，有想要參考一下無？還是你攏食啥？無我嘛，定定咧家己煮啦，但是阮查某，我就家己煮種足簡單的水煮安尼爾啦。其實食了食久無聊啦，食久無聊，就是較有變化咧啦。是，所以咱講吼，除了咱頭先冇看到這個健身的這個部分啦吼，其實即陣嘛有人講吼，較減少去這個健身房啊吼。啊，你的這個看法是啥物咧？其實咧，不管是即馬這個狀況，還是平常時啦，去健身房本來就要足注意的。其實大部分的健身房哦，遐個器材啊，攏邊啊攏一定會放酒精加迄個紙。一般都有啊啦。一般攏有。你要用進前，就甲七個，分分七個。你用完就甲分分七個。其實咧，這個疫情進前就是安尼咧，但是大家可能較無迄個習慣。對。啊，佫講到吼，若是你去健身房是去行路、去跑步。騎遐腳踏車的，即款較要用到心臟啊、肺部的即款的運動，你較喘，就較無適合掛迄喙炎，對，就較無適合掛迄喙炎。但是你是做即款自理的重量訓練，你袂甲喘，其實你嘛是，你若煩惱嘛是會使掛咧喙炎安尼做。所以吼，就是講，即個衛生習慣好，用好勢啦吼，內底都有酒精，你就甲噴噴的消毒一下啦吼。啊，其實若是講啊，較免即個一直愛喘氣，即個做重量，即其實掛喙炎嘛是會使的啦吼。這攏是咱好過去若有即個好習慣，其實都免煩惱啦吼。啊，繼續咱要來先帶大家來看講，其實料理啦吼，也是講練身體，真正是介重要，先做伙來看。打開窗仔門，讓空氣流通，加上消毒健身器材。因為武漢肺炎，苗栗地區健身中心無啥人客。其實我覺得只要防疫做好，而且他們都有通風啊，然後消毒量體溫。像這個時間來，反而人少，也比較不會危險，然後也不會跟人搶器材。消毒3拜，用酒精、酒精布會更換。係啊，能做的我們一定做。苗栗地區的健身房，日時攏是退休人員，也是老大人；暗時則是少年人、上班族。這波疫情，讓聚會人唔敢入館，好加在厝頭家鬥減厝勢，願意加業者渡過難關。民眾若唔敢去健身房，會當用食的顧身體。苗栗一間學校餐飲系就推出顧身體料理。地中海飲食，它本身呢就會用比較多的，像類似番茄哦，然後呢就是季節的時蔬，而且它的顏色，那也對應到我們中醫講的就是五行的概念。我們是使用桂花跟紅棗，哦，也是取用那個苗栗的在地食材下去做製作。其實這集裡面的內容物對於就是每個人吃下去，它對於抵抗力都蠻不錯的。soup、胖、主菜，學校用地中海飲食為概念，加上公館、紅棗、紅梨、後人番薯、南莊桂花等等食材，打造出磅礴強身健體的料理，嘛佇校園社區提供，
毋忙透过餐饮专场提供民众更新防疫的食时参考。记者综合报道。所以防疫期间吼，食食真正介重要，千万唔通去囤咱头拄讲的这个罐头的这个部分啊。继续，咱阁先请教咱的医师啦吼。你平常时都安怎食？平常时都安怎健康咧？人就是医生足健康，医生是上无健康。是吼，这个便当来到安尼直推。对家己的食甲迄落运动，我是较无啦。但是我是较注意家己的个人的卫生。哦，有影。哦啊，迄个食我都人煮啥物我就食啥物。啊，迄落运动我是普通暗时我要困之前拢小可爱做一点迄落运动啦。哦。啊，爬起来时嘛小可筋骨小安尼顺运一下安尼啦吼。运动者安尼尔。是。啊。若好天，就今好天，我就出去行行，但是我无像迄个谭小姐讲要行10公里，我要行1万步尔啦。1万步嘛真济安尼吼，所以人迄个讲医生啊足健康，其实无健康。不过啦吼，咱头拄嘛3位即个无共款的即个健康的即个方式，有诶像咱医师啦吼是卫生习惯啦吼，咱本早体能教练就是体能的即个一定要顾到啦吼，嘛有做即个咱讲用水煮过即个餐啦吼，上健康的伫遮啦吼，上健康的咱讲头拄咱有传即个济即个鱼仔片啦吼，也是讲即个토마토，也是讲即个番麦笋啊，其实咱有足侪实在会当去运用吼，咱有整理到一张图表，再过来请教咱的护理师，甲咱小解一下吼。譬如讲第一吼，你啊食即个咱讲的即个土豆啦吼，也是讲即个坚果即个部分啦吼。另外嘛即个姜黄即个部分，海产其实伊嘛有即个真侪即个营养素伫内底，花菜嘛有啦吼。互你活化即个免疫系统啦吼。另外咱头拄一直讲即个番仔葱，嘛会当抗病毒嘛抗炎啦吼。另外水果一定要食好够啦吼。所以这部分咱头拄讲到头毛豆。嘛是即个菜色，嘛是水果的即个部分哈，佫有啥物会当建议互咱的观众朋友无？其实吼，咱所有的有色的各种颜色的即个青菜水果，其实你拢会当用起来。吼，其实吼，这内底佫有一个青菜，大家拢冇袂记哩吼。其实呢，青菜对咱细胞的健康是足好的。吼，来就是讲，咱中医拢讲会讲白色的养肺嘛，哈其实呢，白色的十字花科的青菜，像高丽菜啦、菜头啦，白花菜，这种的拢对咱细胞是真好的，所以呢，其实呢，咱就是爱甲所有的这个菜，伫下咱规工的这饮食内底，你拢甲加入去，其实呢。这就是重要的就是均衡的饮食啦，哈。你当然嘛爱食一寡碳水化合物啦，哈。这种子就是油嘛，哈。你用这个用来咱的这个3顿的料理中，其实你就安全诶，这个饮食的习惯啦。这个食食的这个习惯爱用好势啦，吼。头拄你有讲特别讲到，就像高丽菜啦，讲这个花菜等等的这个部分，拢是这个12花科的吼。这个会当咱讲的润肺啦，吼，细胞会当较保养。淡薄啦吼，这拢是互观众朋友搁较一解吼，会当注意你的这个食食的这个部分，千万唔通像有人去这个走去囤这个罐头啦吼，囤什么物件拢无好，上青草的上好啦吼，这是咱爱特别去注意的。另外咧，咱要来看到吼，其实济咱来讲吼，国内即阵咱讲入境的这个人数已经介少啊，昨是落破差不多1000人以下是这个桃机场吼有史以来上少的这个一届啦吼。但是咧，咱进前嘛有讲过，台湾是要锁国到当时咧，咱进前嘛有讲到吼，这个群体感染啦吼，若是讲即阵差不多拢是这个1%感染这个部分啦吼，其实群体感染的意思就是讲，你若是60%甲70%拢有感染过，才有这个免疫系统啊。但是这成本是毋是相关的？咱先做伙来看。新型冠状病毒正可能会透过空调水暖传播。中国广州有一间餐厅，今年初发生3件家庭群组感染事件。迄当阵去消费的3个家庭，拢坐伫咧同一区，桌仔甲桌仔离1公尺。迄天暗时，A 家庭其中一个人出现发烧，去看医生了确诊。尾仔 B 家庭、C 家庭也拢有人确诊。研究人员怀疑是空调所造成的。对此，国内医生讲，若是有确诊者拍家掌或者是家扫，咱的空调的气流方向，就可能就是传播的关键。这些飞沫呢，会顺着风的方向来延长的更后面去，
所以常常呢，你如果是有人刚好咳嗽打完这个飞沫呢，如果在有风的状况下，有时候可以吹到7、8公尺外都可能的。另外，中国科学家上新的研究也发现，降血压的药啊，敢若会当减缓动静血压的恶化。研究团队针对564例武汉肺炎患者做实验，发现使用血管动力素转化酶抑制剂 ACEI， 或者是血管动力素受体阻断剂 ARB 的高血压患者，较无容易有血压的并发症。不过，国内医生是保留态度，认为还佫需要更加侪临床的实例。现在比较发现说，在临床上比较还是有效果，还是以金氯喹宁跟所谓的日舒甚至瑞德西韦等等这样药物，还是感觉上对病人是比较有比较有帮助的。医生强调，目前只敢拿强氯喹宁加瑞德西韦2种药啊，被初步证实会当有效治疗武汉肺炎。其他药啊，抑佫需要更加侪临床的试验。同时啊，建议民众伫咧密闭的空间开空调的时阵，尽可能莫坐伫咧风尾的所在。因为边度若风一吹了，会拖了更较远。记者综合报道。是哦，伫咧这个防疫期间吼，特别注意吼，过去嘛是这个中国有这个例啦吼，就是讲你坐伫共一个这个餐厅内底，因为这个空调这个因素吼，互侪人拢来治病啦吼。不过咱这个国内嘛有另外一种看法啦。不过回过头，咱要来讲到咱头拄来讲这个群体免疫这个部分吼，到底这个群体免疫是毋是成本介悬？咱先请教咱的这个医师啦吼，医师，咱讲这个群体免疫这块，咱即阵。伫咧台湾会当收到遮好势，但是拢是这个境外移入，所以咱讲社区感染，咱即阵也无这个符合这个部分吼。但是咱讲即阵这10例本土案例内底，佫有2例吼，爱去观察啦吼。8例已经脱离这个关键期啊吼，但是这2例特别来注意。但是群体免疫这个部分咧，咱头拄嘛讲着吼，这个空调这个部分，是毋是真正是这个咱爱佫特别注意这个部分？群体免疫其实到目前为止吼。也无人敢讲有即个可能性啦吼。伊目前来讲，伊个测出来迄个量吼，就足微咧，足少咧。所以到目前，大家拢毋敢讲，尤其伫国外、美国啊、欧洲即寡人数较侪病人的国家来讲，人伊嘛无咧讲。你虽然迄落总理英国的总理来讲这，但是。无人来信这啦，所以咱大家毋好去相信即个讲群体免疫啦。咱也是爱小心，就是讲，莫去念着迄上好的一种治疗方法啦。预防是上好的治疗。预防啦吼。预防是上好的治疗。咱目前台湾咱国内本土有2例也无迄个解除。但是这虽然是。讲也有迄个可能性的时阵咱爱注意，但是嘛无需要紧张甲讲大家安尼像我足侪朋友定也讲哇要死生理也无通做，佫袂使安怎所以这变做大家一个迄款迄落惊吓啦。我也是感觉讲后摆无得甲精神科的医生就。客满，病人拢客满，所以我是感觉大家莫遐紧张啦，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讲，咱家己个人的卫生习惯拢爱养成啦，真正莫遐紧张。食物件，头拄咱那个谭小姐咧讲的，较注意运动，咱嘛来做这其实就会当预防这个病毒来侵入咱的身体来。是当然，咱迄落含喙炎吼，另外迄款人较侪的所在来含喙炎，这是应该的啦。你若讲，你像我若出去外口，像今日我出去散步，我也无咧含喙炎嘛，因为敢若我一个人伫遐咧行，都无别人无需要含喙炎嘛，所以尽量放互轻松啊。过来就是讲迄个咯，喙烂喷出来吼，迄落空气空调的问题，其实。这嘛是有可能袂使。咱主要是迄个喙若喷出来咳嗽还是喷出来迄落你迄落算讲伤接近咧咧接触的时阵，就较有可能去传染着。你若离差不多2公尺以上，可能就袂啦但是你室内，为啥你拍骹枪，听讲嘛是会当碰到8公尺的所在，所以迄就是爱较注意。你若讲乌白蒙，就是爱
洗手嘛，吼，像我一工差不多洗20-30届啦，所以大家来咱手啊，卫生习惯一定要好啦吼。嘿，继续咱来请教咱的护理师啦吼。其实咱头拄听医师安尼讲，有两个关键，一个关键就是咱讲群体免疫啦吼，到底是毋是成本介悬啊？到底是毋是吼？咱讲是要到70%，一个人这个成本，你若是确诊，这个国家210万啦吼，爱互你付出的这个可能是这个采检的费啦吼，治疗的这个费用拢是国家出，这个成本是毋是伤悬？其实吼，即马上好的办法就是讲有疫苗出来，咱大家拢去做这种预防啦吼。啊，其实呢，咱的指挥官曾经捌讲过，讲你一个确诊的，大概爱一个社会成本210万嘛，吼。啊，你安尼的成本算起来，我感觉这负担是足惊人的。所以呢，我较建议的方向就是讲吼，咱尽量就是做好咱家己应该做的吼。譬如讲，登记应该爱洗手，啊，虽然在人济时阵，吼，啊，厝里吼爱用好清洁，吼，啊，另外呢，有三个动作，其实这是阮兜的规定啦，袂当做目睭，袂当用做鼻啊，啊，袂当用手去碰这个喙，吼，啊，这个三项代志莫做，吼，啊，你安尼保护家己，其实是较好的方法。有影吼，其实你嘛有讲要甲咱这个喙暗的配布啦吼，啊，其实过去有人讲14天这个高地已经真充足啊吼，唔免搁加啦吼，你认为咧？其实吼，即嘛是一般来讲，这喙暗袂当迄个个再一次的重复使用啦，吼。但是咱去目前这个情形下，然后人就咱的爱护咱第一线的这个医护人员有足充足的这个物件，所以呢，咱也是正常的人，咱只是保护家己的2天1片，啊，我感觉是算安全的。2天1片也算安全。对，但是吼，我其实爱讲的就讲，即马有几个方法，第一个可能是去用电锅吹，但是呢，电锅吹吼，你即马有2天有1片，你第一天用，你会当用电锅吹，我是感觉无啥反对，吼。但是你若讲第2、3天、第4天，其实你还是爱换掉。啊，这是口罩套这个物件呢，其实吼，因为我是会过敏，我直接挂这喙暗，我皮肤会过敏，所以我用这口罩套。但是你有几种人，你的这个喙暗莫个去消毒，还是去用这个口罩套。第一就是医护人员，好，咱的对绝对袂当，对嘿，对。第二，你要去病院的人，好，你可以过病院，你要去病院的人，你莫用这种口罩套。为什么？伊无办法互你做密封的，好，啊，搁迄个你若去过病院，你的口罩，你的喙暗绝对袂当，搁重复去消毒，迄绝对袂使。对，啊，第三就是啥呢？慢性病的人，你莫搁。一直用吼，其实咱政府对这慢性病的人拢有互伊这个口罩，所以你莫搁重复的使用。啊，第四个就是你有这个拍咳嗽啦，吼，还是有这个咳嗽、有这个呼吸道的症状的时阵，你嘛莫搁重复使用。因为细菌都伫这个喙暗这个面顶对啊，但是吼，大家人用这种口罩套一定要会叫。其实我有出门一届，我就甲伊摕起来，去洗咧，吼，啊，搁甲伊拍打了，我搁会为好打吼，啊！你莫一个用2、3天拢无洗，其实安尼电到较垃圾掉。洗部分的这个外口这个。其实吼，你就是按照咱的洗衫的方式就会使。啊，你也感觉讲，因为我也是这个较深色的，我就用这种迄个彩色漂白水去甲洗一下，吼，当然嘛有消毒的。啊，其实你搁用握刀。甲握过。对，握过，其实高温过啦吼。就安全对。有影啦吼，所以这个护理师互咱建议讲，喙暗吼一定爱有真济方式啦吼。这个护理人员千万都唔能够用这个电火过来用啦吼。啊，但是你有慢性病，已经咱政府配到有足啊吼，你嘛袂使电火来用。啊，咱健康的人，一般你若是讲啊，小可拍卡唱，嘛是袂使用。所以是健康的人会当用这个喙暗这个外口搁一个套啦，套起来。啊，咱过来请教咱的体能教练啦吼。你一般拢安怎刮喙暗？一天刮偌久安尼？啊，喙暗哦，啊，因为就是咧健身房嘛，就是讲你咧教学生啊啥的，你一定要来刮咧。是。哎，家己示范动作的时阵，嘛是爱刮咧。所以差不多一天就是爱这一片。一片啦吼。但是这天刮的，转去吹啊，第2天刮新的，
第三天甲第一天吹佫再来挂。哦，所以嘛，可以这个喙炎有休困的这个空间的咧。喙炎嘛休困。啊，是，所以就是讲这个防疫这个部分啊，其实咱会使用到咱过去这个陈时中部长吹喙炎啦吼，啊，但是你嘛是爱隔工啦吼，嘛袂使用伤久啦吼，这咱们是种撇步呢，就是观众朋友甲学起来吼。其实咱慢慢带大家来看讲国内外这个疫情的这个变化啦吼，其实咱看到日本吼。伫咧办，要讲要这个明年办奥运以后，确诊的这个人数其实是增加较真济啦吼。啊，其实咱阁有看到日本可能阁要甲这个紧急事态哦，本地是这个7个县市尔，要扩大到全国。咱是看到日本这个部分啦吼。这是目前这个日本累积的这个人数吼是8722例啦吼，日增加是549例。其实哦，这个阿萨希电视台这主播有4个人来感染到吼，电视台都要关3天。另外，咱看到台湾这个防疫表现真正是袂歹，今日是零确诊，咱讲到155个人解除隔离，然后差不多是3.9%。另外咧，咱看德国是这个累积这个部分哦，是127000多例啦吼，死亡是这个3254例啦吼。啊，德国总理 Merkel 吼是讲吼，这个。虽然这个有淡薄仔这个成功吼，啊，甲其他的这个部分会当豆豆来解除封城。美国这个部分嘛是全球疫情上严重的这个所在，咱看到累积这个确诊的部分是636350例啦吼，日增加差不多要超过3万例啦吼，啊，死亡人数是2万多例啦吼，所以这个部分真正是哦，使人爱检讨的。但是咱看 Trump 咧是。相对这个 WHO 啦吼，就是讲因犯了一个真恐怖、真大的这个错误啦吼。不过咱嘛看到这个罗西亚啦吼，其实增加这个案例嘛是豆豆来增加。另外，咱看到这个过去咱讲暗坎疫情这个武汉肺炎这个病毒的这个起源地就是中国啦吼。即阵咱阁看到讲，其实有逼真济这个公文讲第2波疫情敢是真正来啊。咱看到这个有风声讲吼，四川啦吼，这个部分哦已经有要起5.2万的这个咱讲过去这个风虫病院啦吼。咱再看武汉，才大约这个解除风声，无想到讲其实伫咧其他的所在已经又搁压起来，所以咱。千万是唔当放轻松啦吼，继续咱阁先来请教这个医师啦吼。咱讲第2波疫情伫咧遮台湾挡到真好，中国武汉遐阁有这个700外个人吼，是咱台湾人啦吼。啊，咱有讲要伫后礼拜1、后礼拜2来做一寡类包机的这个形式啦吼。咱头拄嘛看到讲，这个境外移入会当做甲真好势。啊，有人讲武汉遮是颠倒是上安全，就是迄种群体免疫的概念，佫放伫遮啦吼。你敢有适合用咧？我是感觉无可能啦，无可能啊吼，无可能，因迄实际上因是有去抽血来检查即个落抗体啦，但是拢足微小咧，所以即摆我是感觉讲，即个群体免疫即可能性无悬啊，但是即武汉即个咱的落台湾人吼，伫遐要转来即个吼，我是感觉。因伫遐到目前为止，咱两架的飞机转来的时阵，敢若有一个丢嘛。是。所以迄表示讲，咱的迄落改善吼，伫阮了中国大陆迄边的咱的生活的改善吼，是较水准较悬。所以因较会当保护着家己。是。所以啊，较袂去互传染着。即可能咱。因为咱的教育的水准嘛悬嘛，所以咱的知识拢有够。尤其像咱即个疫情来的时阵吼，疫情来的时阵，咱就会足早就咧准备啊，就咧防啊吼。所以啊，咧宣传的时阵嘛，8成外拢联动咱政府的迄个拢会支持嘛吼。是少数即个铁起的吼，迄就无法度啦吼。啊，咱来铁起就是爱用。发的较重发啦，重发来发才有因才会惊啦。所以即届即个第2波的中国大陆这边的第2波的疫情会起来，但是因即摆开始随时要封起来，迄表示因嘛惊着啦。是，因有惊着，所以因还全世界拢安尼吼，比第3个世界大战搁较惨嘛，所以这是。因爱负责任吼，所以即届第2波就较迄落紧张起，啊精神就较紧啊放起，啊毋好搁拖出，正经遐拖全世界大家拢害啊，生意拢免做。
所以这个中国逼第二波疫情，然后表示因进前虽然讲有控制较好势，咱嘛是真望讲控制较好势，因为全球疫情咧变化，咱真正是看到全球疫情咧变好，台湾才有可能好啦吼。尤其咱足侪台湾人嘛是伫这个中国这个部分，所以你安怎看咱讲中国第二波疫情又搁压起来，啊，侪人就伫网络顶吼，先怀念这个李文亮医师啦吼，啊，另外搁讲啊，其实这个四川这个部分也开始建这个防虫病院，这拢是一个警讯的。对，其实刚才迄个张医师讲了真好吼，因即届吼无可能讲像第一届安尼，吼，就是讲已经到迄个程度啊，较要来做，因即马就已经有伫已经开始要做这些相关的这个防护的措施啊，所以呢，应该安尼讲起来是较安全。其实呢，咱台湾上重要就是讲，咱吼一定爱老实的讲，咱的这个旅游史啦，咱的接触史哈，啊，更重要的是讲，咱真正咱爱按照这个规定，袂当出去就卖出去哈。啊，你有一寡密切接触者哈，是偌济人，你一定爱家己算好清，就是爱家己爱拢做清楚这，啊，一定爱配合咱的法令。其实我相信咱台湾会当真紧就好起来。真正啦吼，真紧就好起来。尤其咱讲一礼拜吼，若是这个零确诊吼，其实有真侪可能要纾困这个部分。但是咱千万嘛袂记哩吼，这个17年前这个 SARS 这个经验啦吼，就是伫咧讲这个3.0的这个部分咯。其实这个部分了后，可能大家有放较轻松去啊。但是这个疫情就伫遮又搁弹起，咱继续来请教咱过去伫咧和平病院吼，迄当阵急诊室可能就是迄当阵这个状况，搁甲咱还原一遍。迄当阵就是迄个3个月阵，就迄落中顶的一寡迄落员工转来，是，啊，迄种迄落爱拢隔离啦吼，是，啊隔离，阮遐就分着3个爱隔离啦，啊隔离了后，无代志就转去，啊就大概算讲无代志啊，结果咱会知影，我4月初九，阮发现一个姓涂的这个女士医师。阮的医生，内科医生会怀疑可能是，但是伊无出国去，无迄个出国的对，啊，个无甲人接触过，所以当阵咱的迄落疾管局就讲迄落诊断是伊毋是即个 SARS， 是，啊，结果4月16，阮有一个落屎的即个迄落阮的迄落洗衫的工人啦，吼，所以因为拢外包嘛，迄拢住喺阮的地下3楼，伊内底洗衫房内底房间内底，啊，毋捌出，从来也毋捌出去。结果伊就来阮急诊就拢，大概来就是落屎嘛，啊落到足厉害的时阵，阮当阵就收去8楼去住院，啊，当阵诊断就是迄落沙门杆菌，沙门氏杆菌的感染。毋是 SARS， 是就长期才知影，就是伊忽然间迄落即个呼吸吼，足困难的时阵，阮的值班的医生就去要去插管，结果伊咳嗽到边仔，阮的护理长也去斗3工的时阵，结果拢着，吼，所以当阵才知影，伊当阵也毋知影吼，伊当阵也大家也感觉讲是。感冒，因为伊敢若发烧小咳嗽尔，所以差不多20甲24中间，因也是感觉因是感冒尔，是，吼尾手也就送去检验的时阵，出来的时阵才知影讲是迄落 SARS，SARS 迄当中就规个拢传出去啊，是，所以但是即届。咱即届就是因为17年前的即个经验伫的，所以咱足谨慎的，所以咱病院内底，你若讲有传染病咧发生的时阵，咱迄落所有的病院拢会开始紧张起来，就会即个落发烧的病人囥喺外口来做检验甲做治疗，若是无发烧的，这才会使入去咱的。迄落病院内底分流真重要吼，所以17当前，咱的这个经验，甲即阵咱面对着咱讲这个武汉肺炎嘛吼，这个病毒咱真正是做甲真正经吼。其实头拄嘛讲到这个3清了是特别爱注意的这个部分吼。搁提醒观众朋友是啥物咧？因为咱讲吼，有人讲看到这个零确诊，会使放较轻松，但是有人就是放伤伤，卫生习惯都培养好啊，搁放袂记哩。
千万唔通吼，其实阮有食的即个即卖的即个方式吼，其实就是因为17年前嘅SARS，所以呢，阮拢养成一个习惯，吼，一甲门口的时阵鞋仔脱掉，外衫脱掉，啊，甲翻包起来，摕去后壁。阮兜的衫啦吼，拢尽量买迄种会当等落洗的衫，嘿，啊吼，就对迄阵开始，第一天。入到门口内底了后，第一件代志，衫放好了后，就紧洗手、洗面，然后漱口，安尼吼。啊，就是迄阵养成的习惯，袂当揉眼睛，袂当揉鼻子，莫用手去碰你的喙吼。啊，搁有阮兜吼，搁做较确实的，安怎讲呢？就是阮的食饭是分一分。哦，无讲大家做伙食啦吼。无互你的。伫咱们遐大家安尼个，其实安尼无啥卫生啊吼。啊，你公筷母子，有当时啊，囡仔也是老人，可能无办法做到足较正，所以规气就是用分的，安尼买当减少这个偏食的习惯。分好势，亲像咱安尼吼，这个白讲一分，是一人一分。什么款的菜拢伫内底，你就是甲我食好了啦吼，就是平均啦吼。有影啊，咱讲到即块啦吼，其实咱嘛要讲到这个武汉肺炎是安怎即阵拖全球拖遮尔严重。都有人怀疑讲，伊到底是毋是这个病毒是这个人工合成的啦？咱做回来看讲，咱所经历的这个图表，咱看到国际生化武器哦，毒物学的这个权威，咱看到杜祖建然后，伊讲武汉肺炎病毒真有可能是人工合成的生物化学兵器，然后病毒非常的这个强。另外，若要对伊的这个源头啦吼，假使讲若是专家嘛爱放开较早这个的观念啦吼，毕竟咧，这个细菌也是病毒。做到这个生化武器，绝对唔是头一个啦吼。啊，中国自头到尾拢是暗砍疫情，若是讲伫咧处理吼，已经过身还是轻症的这个患者，拢无要采检。中共吼是透过这个政治的这个力量然后操控这个疫情的这个数字。啊，其实美国这情报人员已经将这中国这个假造疫情数字哦，资讯拢互美国白宫来做参考啦吼。另外，咱要看到这个 California 这个 UCSF 啦吼，这个医学院退休的教授林庆顺，伊是讲啥咧？伊讲引用伫2020年4月初2号，新 England 这个医学期刊发表一篇由3个美国科学家所写的这个论述啦吼 ，Perspective， 伊讲 Escaping Pandora's Box 就是甲这个潘多拉的这个盒仔吼，甲拍开啦吼 ，Another novel coronavirus 另外一个新型冠状病毒吼。第4段伊讲就啥？伊讲咱一定要意识到，咱这个全球78亿人口这个世界内底哦，其实人类行为这个改变、环境的变化，是讲全球公共卫生这个机制无足的这个综合因素吼，真容易吼，甲这个动物的这个病毒转做是人类生存的这个威胁啦吼。继续，咱个先请教医师啦吼。医师，你敢有认同？咱讲头拄讲，这是一种这个武器。你头拄嘛讲到是第3届世界大战啦吼。所以这敢是这个人工合成，可能嘛是爱个做一寡这个政治的这个充分，才会当来直接来讲吼。但是有这个可能无？这个杜教授吼，其实我甲伊足熟的。是。哦，伊也嘛邀请我去SARS，我迄当中的经验，伊嘛邀請我去日本去演講。所以。伊讲的话是可能有一寡迄落经据的啦，但是因为即马无人会承认嘛，对吧？因为伊当阵处理即个日本的沙林的即个毒气的事件，伊就掠出即个凶手出来，所以伊就感觉讲这毋是无可能啦。但是啊，讲伊若无人承认，咱的源头嘛是毋知影嘛。所以这来讲，我是感觉讲。虽然是毋是人在做，但是咱若讲即个预防有法度做甲足彻底，啊，莫轻忽个即个讲疫情的时阵吼，就袂像即届来遮惨啦，因为日本也好啦，韩国也好啦，啊，你若讲美国也好，欧洲嘛好，人迄拢是先看清即个咯，即个疫情的变化，是，所以。啊，咱是正经较幸运，就是讲因为有SARS即个经验，所以咱足谨慎的，随时就对我防起来，所以咱袂像因那遐凄惨。袂遐凄惨啦吼，但是大家即个卫生习惯，就是拢爱做好势啦吼。另外，咱头拄嘛看到哦，即个解药到底是毋是会当排除咱即个心肝头即个忧虑啦吼。即个解药是啥物？解药就是讲吼，到底啥物即个治疗方式吼较有效啦？咱讲即个是毋是讲？
奎宁，也是讲这个瑞德西韦，才这个药物啦吼。其实中国冇咧讲，这个降血压的药啊吼，会当甲解除这个较轻症啊吼，还是较重症这个部分啊吼。但是真正爱去较证明吼，咱搁请教护理师安怎看？到底是奎宁较有效，还是这个瑞德西韦，还是讲这个中国有人讲降血压的药啊较有效？其实这即摆实在是真歹讲着吼，像在美国有人听到个奎宁可能有效，家己去买奎宁倒来食，结果死去的代志。搁有人呢食这个奎宁，结果呢心脏有发现问题，吼。所以呢，其实吼，即摆千万唔好家己讲，感觉这可能有效，就去买药啊倒来，千万袂当安尼吼。其实咱台湾的健保是足完善的，吼所以有问题，还是爱去病院看，唔好家己去买这药啊。而且这就是大家拢咧试伊的方法，吼，但是啥物会上有效，其实即马佫唔知。都唔知啦吼，就是讲到底这个预防下，其实佫要经过这个临床这个实验吼。咱继续佫请教医师啦吼。他拄仔咱嘛讲到，这个降血压的中国讲有效啦，你安怎看咧？我是感觉迄拢是吼，含啊，大家传来传去。其实即马大家咧试验的，就是迄个克流感的这个药啊，吼，过来就是这个奎宁，但是奎宁敢若有的人讲有效，有的人讲食了会死去嘛，所以这嘛是拢无一个迄款确实的一个证据伫遐啦吼。目前来讲，渐渐有一个迄款算讲有一个迄款头绪出来，就是讲这个治疗方针渐渐会出来，就是目前啊轻症的人啦吼，轻症头的人，伊就差不多就是。有诶食迄第4代的红霉素迄种诶，或者日舒啦吼。日舒吼。这嘛听讲有效吼。过来就是迄克流感诶轻症诶人嘛，听讲食了有效啦吼。但是这也无确实的一个迄款叫证据伫遐吼，因也搁伫统计中。较重诶吼，已经有肺炎发生诶即寡病人就较重症诶，因就是食这瑞德西韦这个药啊，嘛是无法度100%，吼，即马嘛是差不多拢在统计中啦吼。过来就是讲用诶人工呼吸器，其实人工呼吸器伫SARS迄当中，阮若有用人工呼吸器诶吼，大部分拢活转来，因为伊互伊诶气吼休困，用这人工诶这个机器来氧气吼，咱来灌输落咱的体内，气部会当休困吼。这目前嘛是在试验中啦，但是若早期伊迄爱看时机啦吼，你若时机较早就用的人，就较有可能恢复。这是我会当举一个例，就是阮SARS迄当阵有一个急诊的医生，伊肺炎迄当中病甲足严重的，但是伊就随时用的人工的这个呼吸器吼，伊就活转来。另外有几若个嘛是有活转来，阮的护理师啦。但是尾仔拢有一寡后遗症啦。这纤维化的问题啦吼。但是吼，我即摆爱讲就是讲，其实吼，阮迄个医生有人建议，尾仔去学气功吼，来正经好起。体能吼，练起来。正经好起。即摆拢袂喘袂了，尾拄则迄个好的时候，行5、2、3步就喘到要死。过来就是日本有咧用叶克膜啦，或者上后一步啊啦，因为迄费用足重的上，因即摆嘛有讲用23个，内底有12个已经咧恢复啊。所以即摆大家已经有咧试啊，拢有一寡眉目出来啊。即摆就是讲过来即个路，若较有确定的时阵，譬如讲若食即个药啊，差不多50%会好，可能将来即个指导的方针、治疗的指导的方针就慢慢的出来。慢慢啊出来，等下疫苗甲特效药啊，若佫出来的时阵，就即个病就规个拢会当消退去啦吼，边啊啦吼。虽然
望看到即天的这个来临啦吼。所以咱头拄仔讲到这个疫情的部分，可能这个药物的部分哦，头拄仔咱的护理师讲的，千万唔通家己去黑白买啦。确诊的，若是你感觉有症头啊，真正去看医生啦吼，尊重医师的这个叮咛啦吼。啊，其实咱嘛讲到，自开始咱就讲健康真重要，运动真重要。然后咱有整理到一个美国运动医学会所整理的吼。伊讲吼，这个运动就是纽约啦吼，啊建议是逐礼拜拢是2到3届这个训练吼，关节爱加较运动的，这个重量嘛爱豆豆增加。咱搁申请到咱的运动教练啦吼，咱讲这个体能教练，再搁有啥物爱搁注意无？其实像拄则医生啊，搁当护理师讲的，拢真好，就是讲你若无时间，毋是啊，你若这运动吼，你家己袂晓，你就去行路。但是行路就是爱开较侪时间啦。吼，啊，美国这运动医学会的建议吼，就是讲你会做一寡较喘的一寡的运动，要行较紧的。你的心跳有到130、140。吼，啊，一礼拜做到150分钟，安尼。啊，即摆拢有迄小米手环，啥物有诶话，你会看你的心跳，若是讲120、130、140，这个困难程度，一礼拜做到150分钟，就对咱的健康是就有帮助的。啊，若是讲像这个投影片上讲的哦，这款是阻力训练，阻力训练就是你爱记力的，哦，爱做头拄做的，对，就拄则咱头拄做的安尼，啊，爱足侪个轮。刚在做，若是你若是讲举安尼啊，这是一个骨轮，一个关节，一个关节咧运动的，即款就较无建议。哦，若是像刚刚身躯啦，安尼，吼，安尼做就较建议。就是较侪关节啦，吼，咱头拄有练到这个手嘛有，这个腰这嘛有，骹嘛有啦，吼，啊，这个尾当骨节拢是运动到吼，所以这侪关节拢爱运动到。对。佫有啥物爱注意无？佮注意就是讲，这困难行动就是拄开始你真久无咧运动啊，你常要来做一个最困难的运动，就会受伤嘛。啊，爱上简单、上轻松的，慢慢开始。你若做安尼做1礼拜、2礼拜，你感觉上轻松啊，加一丝丝啊重量，加一丝丝啊难度安尼，就慢慢加起，安尼你的身体就愈来愈勇健，会愈来愈健康。有影啦吼，头拄仔你讲爱练这个关节，其实咱护理师。佫有另外一招是跳芭蕾、哑铃的吼。其实我是做足侪各种的迄个有氧的运动啦，嘿，啊，我的关节对每一个关节拢会当叮当着，这就是本来阮的做的这个迄个运动。啊，其实芭蕾就是上重要就是伸展的，嘿，但其实中医有讲过嘛，经常一寸呐，吼，会当延寿10年呐，会当。等会修，对啊，其实伸展对咱来讲嘛是真重要。是，所以都是身体有互春啦吼，有影真重要啦吼。啊，其实咱嘛讲到这个室内一定要保持着啥社交距离吼，尤其咱讲即马咱头拄嘛讲到5月初这个年假期间又搁要到啊啦吼，啊，咱讲是可能到后2礼拜尔，啊，其实佫有啥物提供互观众朋友要注意的无？其实吼，大概就是即届有一个，咱这啊4月时阵清明节时阵有一个11节危险的所在嘛，哈。其实呢，咱上看到人上多就是夜市啊，啊，即摆夜市有这个总量管制，大家一定要配合。啊，而且呢，我再建议一件代志啦，就是卖气价，哈。卖气价。咱去到路口可能拢会气价，你气价你也甲喙音摕起来，其实这个有危险。啊来了，卖哪行哪食，哪行哪食，因为你食的时候飞沫会出来，哈。啊，真正就是咱。2个手的手臂的距离，哈，安尼就是上安全的。对，你著交人是安尼吼啊。但是我看到这夜市啊，有一寡人会坐伫遐，就是这是行的所在，啊，路边就放刀啊，啊，你就踮遐食。其实呢，我感觉会当买回去，买回去处理。啊，莫食青，吼，莫食青，啊，莫食迄起卡的，什物蝙蝠啦、穿山甲这种，千万唔当食千万莫食起卡的，吼，咱是食咱捌的物件，啊，吼，一定爱煮好食。嘿，啊，像你伫路口买物件，你烦恼惊讲，这有啥物无啥清澈，你回去去甲煮好滚，安尼就会当较安全。2个重点，青千万唔当食啦吼，病毒可能就掉头顶，因为这个无够吼真悬的这个温度甲这个热互烧啦吼，无甲烧好死，病毒就伫遐存伫内底。啊，你若讲是细牙齿啊，买倒来物件，上好你是买倒去厝内，佮滚一遍，哦，这是上这个有效的吼，会当。对抗病毒甲太好死这个部分啦吼，啊，这是这个食食的部分。上尾啊，这个健康的这个注意的方式，啊，佮有啥物咧？嘿，
拄则讲到吼，这运动是要运动到什么程度，才有对咱的抵抗力有效果。就是讲，你着爱小可有小可辛苦，但是咧你袂使伤辛苦。啊，咱要安怎看讲哇，咱运动伤过头去啊？就是算讲，你若困无好吼，你若运动吼伤晚运动啦，运动伤济，你就困无好，可能足忝的。啊，若是隔顿工起床的时阵吼，你感觉你心脏皮肤菜，这就是恁运动过头的时阵有一寡现象，咱来观察。若是讲你运动会酸痛，会铁腿铁手嘛。是。啊，这铁手若是超过3工啊袂好，就是你训的伤过头去哦。所以拢特别要去注意啦吼。对。真正就是照你的这个体能去安排啦吼。尤其就是头拄仔亲像我第3个动作做袂落，就千万毋可做落去。头前呢较轻巧的小做一下吼。是真正就是讲健康食食的这个部分啦吼，尤其头拄仔这个医生建议的，拢大家吼观众朋友都要听好斟酌啦吼。今日非常感谢3位来宾来到咱节目现场，多谢，感谢，谢谢。进前阮伫过年的时阵嘛，录一下迄落健身。因为疫情，因为当阵讲过年才是尾也都无报，计重播的时段，无首播的这个时段，但是今仔日嘛，袂歹就是讲教大家防疫这个部分，会当安怎去健身，搁食食的部分。